转过去。来，翻个身，给你擦擦后背啊。来，走。哎呀，真乖。潘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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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吗？潘林，你是谁？你回来啦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个戒指吗？啊，他向你求婚了？还没呢。他说我愿意嫁他就娶我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的，太肉麻了你！你说他奇不奇怪啊？非让我把戒指戴脖子上。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？急什么呀，死太监，公主还没着急呢。不过把戒指放在一个饭盒里，我就答应他，那岂不是太随便了？我才不答应呢。哎呀，看不出来戚明峰也病得不太轻嘛。潘林应该是失忆了，失忆了。可能当时车祸和多年的昏迷导致脑部萎缩引起的并发症。虽然失忆了，可是人总算醒过来了。大夫，他还有机会恢复吗？这个不好说，谁也不敢保证。这需要你们家属的全力配合。失忆这么多年还能醒过来，说明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。我明白了。怎么样？没戏。你东西呢？忘了。你接不接？又来催了。
多亏你了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怎么了，主管？你还不知道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设计这些家具反响太好了，得到了很多年轻夫妇的大力推崇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订单全来了，很优秀啊你。主管，还是要谢谢你，那个时候大胆地采用了我的设计，换成别人不一定敢用。对，我很大胆，你也很胆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光是我，现在连电视台也要采访你。电视台采访我，因为你这个设计非常前卫，而且引领这个潮流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们说了，地点你来定。那就马场会所吧。马场会所。胆儿大，胆儿大。叶小姐，这一款大胆前卫的家居很受年轻人的喜欢，请问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？所有灵感都是源于生活的，我也不例外。这款家居的设计是源于我婚姻生活的经验。叶小姐真的是非常豪爽啊！上咱们这儿来采访，先生一定有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吧？说是采访，我这还打扮是的，好看。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。后来我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，是吧？是因为相处时间看不出来啊，这可风给偷摸的设计了个情趣家具，磨平了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会咬人的狗是随后我就不会发现，叫的，任何谁像婚姻生活就不咬人。你说谁是狗呢？不想听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宁小姐，细节真的是非常重要，您说的真的是非常好。只要一点小小的新鲜感，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我设计这款家具，其实主要是想表达一个信念，就是珍惜眼前人。我希望所有像我这样渴望幸福生活的夫妻，无论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开彼此的手，相依相伴地走下去。怎么了？